这2天因为太阳风暴去影响到地质，咱的气象署嘛发布自报特报。虽然即马高峰是已经过啊，不过也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咱的电力系统、无线电通讯，抑个卫星定位的服务等等。因若即届真侪中纬度的地区拢有真罕见去看到极光，不过是真可惜，咱台湾无机会通看到。近20年来上强的自曝咧进行当中，过去未少观测未到的极光地区，也拢观测到极光，包含英国、美国、澳洲地区拢网友伫社群网站打卡分享极光相片。气象署分析，因为地质北极伫格陵兰岛附近，最后面极光会出现伫较低自毁的位置。台湾的纬度离地质北极较远，所以无观测到极光。地质扰动已经伫台湾时间5月11号早5点到8点达到今日顶级的自曝。自曝事件还在继续，可能对 GPS 通信线线干扰，也要关心对电力系统的影响。我们需要对于电力系统做一些多监控以及预应措施，还有有关卫星的高度以及姿态，也有请太空中心留意。气象署分析，太空环境变化一直真激烈，受外条区的地震变化、高能机组通量相关加强的自曝事件影响，这些地区高频通信、卫星操控加定位服务使用者要加加注意。按算影响到13点外公。回顾顶一摆发生激烈电击自曝是2003年，万庆这自曝事件，迄时阵继续66点钟。In the last big one, they didn't have the types of tools I have available in the forecast office and my forecasters can use to model these storms and to predict their arrival times. And that's been huge. 受限太阳离地球的距离，目前科技依然无法度整合自曝事件。回顾过去历史自曝事件，1989年捌造成魁北克大停电，2017年9月按因为太阳闪电强度，高频无线通信影响8点钟。科学家提醒，即马感测科技进步，各地太空中心也要密切甲电力系统，也有通信业者保持联络，做好相关影响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